咁咧今日咧就好榮幸啦，就可以代表香港培聖會咧就可以訪問阿關傑堂神父。咁啊先多謝阿關神父你咧百忙之中抽空啊，即係去接受呢個訪問。咁眾所周知咧，就喺你個家庭裏邊咧就充滿聖召嘅，因為你一門咧有3個，咁咧就哥哥又係神父，家姐又係修女，自己係神父。我哋第一樣最想知啦，係咪自細已經培育啊，同埋咧已經係充滿即係家庭充滿聖召啊，屋企人又係好虔誠天主教徒等等，可唔可以講少少俾我哋聽？其實好多人咧就誤會咧，以為我哋屋企咧就係好多代教友，但事實上咧就唔係喎。其實個故事就係源自咧喺50年代嘅事情。當時咧就當日嘅情況係咁樣，同我哋好多其他兄弟姊妹咧嗰個尋道嘅機遇都係一樣，就係咧為咗讀書。話說今年大關神父係70歲啊，咁大家都知道啦，當時幾多年前嘅事。媽咪咧就拖住大關神父咧，佢哋2位呢路過青山道嘅德貞幼稚園。咁當時我哋住喺深水埗啊。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啱先係放學，咁媽咪咧就見到啲小朋友好趣致係嘛，咁又吊帶裙吊帶褲，咁就有一位當時嘅修女，我哋嗰陣時係叫做姑娘係嘛，咁就喺門口送啲小朋友放學，咁媽咪就口多咪問佢，佢話姑娘，如果我仔上嚟呢度讀書有啲咩手續啊咁樣，咁修女咧就姑娘就話咧，佢話你好簡單，你只入去校務處。即係自己登記報名啦咁樣啊，咁於是乎咧，媽咪就湊咗大關神父入去。當時我哋都完全唔知得天主教係咩嘢，都唔係教友。咁報完名之後咧，咁出翻嚟。咁臨走之前咧，媽媽就口多，再問多姑娘一句説話，佢話姑娘啊，我仔嚟讀書咧，使唔使信埋教喎咁樣？咁如果你係姑娘，你會點答啊？咁梗係最好啦咁樣。咁話說當年咧，媽媽同我婆婆咧，即係我外婆咧，即係媽咪咧，就係虔誠嘅民間宗教嘅信徒。咁佢哋2個都拜黃大仙啊，好熱心。咁於是乎佢翻到屋企咧，同佢阿媽傾，喂，佢阿媽係嘛？我哋2個人拜黃大仙拜咗咁多年咧，都似乎唔係好掂喎咁樣。咁大家都知道咧，50年代咧，基本上我哋個個都唔係好掂，係嘛？咁於是乎佢話不如咁啦，兵分2路係嘛？你繼續拜黃大仙，我咧就走去信下耶穌，睇下有啲咩嘅即係後果啦咁樣。於是乎，我媽咪就變成咗家族裏邊第一個認識天主同埋加入教會嘅人。佢領個洗之後咧，跟住輪到我哋即係仔女啦，個個都跟住即係逐個咩領洗入教。而咧家庭裏邊最遲一個咧，通常就係啲男人。我爹哋咧老豆就話：佢話做人唔使咁複雜啦，最緊要咧，係按照住良心做人咧，得啦得，等我退休之後先至同你即係先至去咩啦？去聖堂學道理領洗入教啦。咁過咗好多年之後咧，我爹哋就病重，咁入咗聖 Teresa 即係醫院啦。咁你知道當時啲神父同埋修女就好熱心，幾乎同我爸爸講話，喂，佢話你有件事你要注意喎，你嘅太太同你啲仔女全部都係教友，咁你將來你點啊？你唔知去邊㗎喎，咁樣係嘛？咁呢句説話咧，令到我爸爸咧，即係無法抗拒咧。於是乎咧，都話承諾即係願意領洗。咁就喺呢個臨危領洗嘅條件之下咧，爸爸亦都接受咗即係洗禮。咁第二個條件就係話，如果你即係天主咁好啦對你啦，你能夠好得翻嘅時候咧，你就一定要點啊？翻去聖堂補翻啲道理，然之後先至正式成為咧。即係一個即係更加圓滿嘅教友，多謝天主啦！居然咧奇蹟出現，老豆好翻，咁於是乎咧佢變成咗最後一個咧信教嘅人。第二個問題，我哋想知道咧，就到你成長做年青人嘅時候咧，點解咧又回應到天主嘅聖召，同埋從而即係加入修會成為神父嘅？個情況就係咁樣嘅。你知道嗰個年代咧，讀書等等咧都係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啊嘛，唔係好似今日香港嘅情況就話咧係人都有機會讀小學中學咁樣樣。咁喺嗰個年代裏邊咧，即係都好多年青嘅教友咧，年青人咧就修院咧，好多神父都會鼓勵話：喂，你哋不如入嚟修院試下啦，讀書
做唔做神父唔係最重要係嘛？最重要就係話能夠希望咧又做一個好嘅公教青年係嘛？咁喺當時嗰個幾個因素影響之下咧，第一父母同我哋嘅態度就係話咧，佢話做人咧最緊要做對社會有貢獻嘅事係嘛？你做乜我都冇乜所謂。所以為我嚟講咧，即係入修院就冇乜難度。你話大關神父對我有冇影響咧？又唔係太大，因為點解咧？佢已經係喺嗰段日子裏邊咧，首先已經去到羅馬咧，喺度讀喺傳信大學咧，喺度讀緊嗰個即係哲學同埋神學。咁我哋都見面嘅機會唔係咁多。咁我讀完小學再之後咧，讀完小學之後媽就覺得咦點解唔試下即係入修院學下做神父係嘛？即係嗰種嘅團體生活咧都係一份嘅嚮往。咁於是乎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父母亦都冇乜反對咧，於是乎就入咗即係教區當時咧新開始嘅聖神修院。因為1964年嘅時候咧，剛剛係耶穌會神父咧將華南總修院咧係全盤交翻俾香港教區，咁就教區接收咗之後咧，於是乎喺嗰度即係喺我哋今日嘅黃竹坑嗰度咧就繼續辦修道院，咁咪分開咗咧。中學咧就係小修院，然之後咧哲學院同埋神學院就係咧同一個部分咧就係承接咗耶穌會神父交低俾我哋嗰個即係華南總修院嘅培訓工作。咁就喺嗰一年裏邊咧，我哋入咗修院咧就做咗即係修士啊，做唔係修生啫，唔應該用修士係嘛？做咗修生咁啊，過住嗰啲咧可以話係非常好玩嘅無憂無慮嘅咩寄宿學校生活係嘛？即係諗翻轉頭咧，都其實覺得係非常之即係精彩係嘛，同埋好多即係我哋男仔嘅年代嗰啲即係寄宿嘅日子咧，就實在令人哋好嚮往係嘛？讀書、運動係嘛？玩係嘛？生活都可以話係無憂無慮。咁但係事實上個情況就係咁樣。當年咧入修院嘅時候咧，係有45位同學，但係咁多年之後咧，我係唯一一位就升到神父係嘛？其他嘅同學咧都喺唔同嘅年份裏邊咧，即係有啲係家庭嘅困難、家庭嘅需要啊咁等等咧，亦都係為咗父母嘅要求啊，種種嘅原因咧都離開咗。不過過程裏邊我亦都睇到一個即係令人較為傷感嘅現況，就係話喺嗰個年代嘅修道院咧，拉丁文可以話係一個咩衡量你有冇聖召嘅一個好重要嘅元素。於是乎咧，就有好多嘅同學咧，由於即係拉丁文肥咗腦係嘛，咁啊終於都要離開修院係嘛。諗翻轉頭咧，其實嗰班同學好多都好好係嘛，好多都係可以做到即係肯定話係稱職嘅即係教區神父係嘛。但係由於嗰個年代嘅要求係咁樣嘅時候咧，亦都非常之無奈。咁其實你會話神父點解你會話係唯一一個升神父咧？其實個原因就係話因為喺讀完哲學之後，剛剛係梵二公議會咧，可以話係改革同埋開放咧最巔峰嘅日子裏邊咧，咁就即係出現咗好多聖召上面嘅困擾，究竟應唔應該做神父啊諸如此類咧？咁結果我就離開咗當時咧讀完哲學之後離開咗修院，咁啊當時係應該同已故嘅徐成斌主教攞咗批准，就話你主教我都想出邊社會闖蕩一番體驗一下咧。即係人民嘅即係生活係嘛？因為總係覺得喺修道院咁多年咧，有點而咧都係同世界有啲脫節咁樣。徐主教好人，佢話世關你中意，談聲俾1年時間你，1年後你一定要回歸嚇，要翻修院。咁啊喺即係某一個即係上主嘅安排之下咧，我就冇喺香港咧做喺邊度喺工廠或者寫字樓做嘢，又去咗咧意大利。就參加咗普世博愛運動即係 Focolare Movement 嘅生活學習等等係嘛？咁一去咗1年之後咧，就發覺到自己啲意大利文咧剛剛嘅上口喎，咁於是乎咧就希望即係能夠咧多一段時間嚇。咁但我亦都明白咧，徐主教係一位即係言出必行嘅前輩，係一位教會嘅領袖係嘛？咁問佢多數機會不大嚇，點不知咧好唔好彩？徐主教剛剛咧就因為心臟病過身，繼之而嚟嘅係邊位啊？就係李宏基主教。咁我寫信俾李主教，喂李主教，我話我啱先咁樣喎，可唔可以俾多1年時間我，等我有更加深入嘅學習咁樣？咁都得到咗咧，即係
主教嘅批准，咁我好開心咁樣咧。就一年咧係喺意大利嘅Firenze，即係 Florence 啊，佛羅倫斯。咁啊第一年，咁第二年咧就落咗去羅馬嘅市郊 Frascati 咧，就喺一間叫做神父學校 Scuola Sacerdotale 咧，喺嗰度同其他啲神父修士一齊繼續進修，都係以呢個普世教育運動嘅精神作為一個基礎咁樣樣。咁完咗之後咧，第二年亦都完啦。咁初咧就嗰邊亦都有神長話，不如 offer 你有機會你去德國讀埋神學先翻香港啦。咁但係問題咧，當我都未出聲嘅時候咧，好唔好彩啊？李宏基主教亦都過咗身係嘛？咁我都唔敢再問係嘛？於是乎咧就寫信翻嚟咧，俾當時即將去接任嘅胡書基，同埋當時我哋嘅即係我哋嘅師叔啦，我哋叫做曾慶文神父啊，因為當時佢係聖人修院嘅院長，我就話佢俾佢聽，我想翻嚟香港繼續神學。咁但係當時呢個消息咧，曾神父都唔係好信，佢話細關你翻咗嚟先算啦咁樣啊，即係佢驚我即係走佬唔翻嚟係嘛。咁我哋終於咧踏進咗修院嘅門口嘅時候咧，曾神父都接受咗，開始咗咩呢個第4年嘅神學生活。咁啊，關神父頭先你講到你翻去修院，咁啊4年嘅神學，咁嗰4年係咪好順利啊？定係都有啲挑戰困難嘅咧？嗱，其實初咧我就對自己蠻有信心，即係話喺出邊就經歷過譬如2年嘅生活體會啊，有一個咁國際性嘅氛圍裏邊咧，認識到好多嘅朋友啊，亦都明白多啲有關聖召生活啊、跟隨天主嘅意思啊，係揀選天主作為生命嘅中心係咪？然之後咧，透過鐸職生活嚟到去侍奉佢等等。於是乎開始嘅時候咧，嗰頭3年咧都幾順利係咪？即係讀書冇乜大問題係咪？我呢個人就好懶嘅，即係唔係話即係我咁大個仔都未人上過台領過咩優異獎係咪？但係咧生活都 OK 啦係咪？即係學習生活亦都冇乜大嘅困難。點知去到第3年嘅時候咧，原來自己嘅感情生活咧係陷入一個好大嘅挑戰，就係認識到一位咧自己心儀嘅女孩子係嘛？咁於是乎我嘅生活咧就係點啊？喺邊度啊？喺修院嘅學習裏邊，同埋喺拍拖嘅裏邊咧，即係時間係分身不下係嘛？我哋都經歷過一個好大嘅掙扎咧，然之後先至係咪去到最後尾嘅時候，咁我亦都要多謝咧耶穌會神父咧為我哋安排咗我哋去長洲，我哋做咗一個30日嘅依納爵神操。咁喺神操裏邊咧，經歷過好大嘅即係祈禱，即係分辨神女啦，同埋最撈尾咧係即係決定咗要即係跟隨主係嘛，要放棄自己嘅感情生活。其實我都要承認咧，有一點兒咧都係同天主咧即係玩 show hand 係嘛。咁我就同天主講嘅係嘛，既然咧前景係咁清晰啊，即係要我做神父，但係我又唔係好捨得自己嘅女朋友應該點算啊？嗱，不如我同佢講話，我天主，假設咧我做完30日神操，我翻香港嘅時候咧，如果我女朋友咧係持相反意見，即係話唔得啊，一定要同你結婚嘅時候咧，咁我都話對唔住都做一次啊，我都要離開你咁樣。咁點不知咧神操完咗之後，翻到去香港咁啊，第一時間約女朋友出嚟，大家傾傾咁樣啊。點不知咧女朋友出奇地冷靜，佢同我講，佢話結堂，佢話你咧用咗咁多年嘅時間去追尋你嘅聖召係嘛？佢話我冇乜膽量咧同天主爭。佢就算我爭到之後咧，我都會覺得我哋兩個咧喺未來嘅日子裏邊未必會好愉快、好開心。咁佢話咧，喂，不如你俾心機啦，做個好神父啦，係嘛？佢話我天天都祝福你。咁當時咧，你哋都可以想像到咧個心情係幾咁沉重嘅，同埋咧真係眼淚至心裏流係嘛？咁但係抉擇係抉擇，當你行咗一步嘅時候咧，即係眼前就係一片青天係嘛？咁於是乎咧，就喺1979年6月30號咧，就點樣啊？同其他嘅4位兄弟咧一齊踏上祭台咧，就升咗神父加入咗教區嘅行列係嘛？你轉眼間咧嚟緊嘅6月30號咧，將會係我哋晉鐸嘅35週年。嗱，其實咧升咗神父之後咧，你都明白啦，初咧做神父嘅時候咧，嗰份嘅心境係非常之紅係嘛？雄心萬丈係嘛？喺我哋嘅應該點講咧？喺我哋個行裏邊有句咁嘅笑話係話咧，我哋初升神父嘅人咧，
就係想拯救全世界嘅靈魂，係嘛？但係10年之後咧，你就開始要拯救下自己嘅靈魂，係嘛？因為工作不斷每日嘅重複啊，聖事上面嘅服務啊，彌撒啊諸如此類，係嘛？同埋服務教友咧，往往會令到點樣啊？你變成咗一個工作機器啊！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咧，最重要就係話咧，我哋需要有呢份嘅意識咧，就係話神父嘅生活咧，其實唔係只係單單停留咗喺你升神父嗰一日，係嘛？6月30號咁簡單，而係你每日都要咧 make an effort， 係咪？要重新努力咁樣咧，去選擇你嘅生活模式。咁嘅時候，你先至能夠消化到咧喺唔同嘅獨職生活裏邊咧，你所遇到嘅困難咧、挫折，譬如人事上面嘅有陣時嗰份嘅即係難堪啊，或者係被誤解等等咧，你先能夠即係每日充滿住一份嘅新嘅態度同埋希望咧嚟到去面對你每日嘅生活。否則的話咧，神父生活會有陣時出現咗一個較為係機械式，即係正如我有時批評鼓勵啲教友，喂你哋參加彌撒啦，唔好咁機械化，或者係領聖體唔好咁機械化咧。為我哋嚟講，開彌撒都可以係機械化，係嘛？話每天都可以重樣嘅彌撒，但係調翻轉頭咧，有一個思維咧，為我嚟講係非常之重要，就係話喺嗰2年喺意大利羅馬嘅時候咧，因為對普世教運動嘅靈修精神咧，其中一點咧係非常之即係投入同埋得着，就係話佢哋好強調咧，尤其是個創會人咧，盧嘉勒女士 Chiara Ruby 咧，佢成日提醒我哋，佢話我哋應該要點樣啊？時時學習點樣活好目前嘅一刻。即係用翻我哋今日嘅術語嚟講咧，就係話，譬如話我哋佛祖朋友啦，係嘛？佢成日提醒我哋要咩？活在當下。個意思就係咁樣。神父生活都係一樣，係嘛？如果我哋唔活在當下，唔活到目前嘅一刻嘅時候咧，我哋神父嘅生活咧都極有可能係變成咗一個非常機械式嘅生活，係嘛？咁啊，好似話應付咗啦，交代咗自己嘅工作就算數。其實我哋咧，我哋嘅工作係咩？唔係工作，係對人，係嘛？當人同我相遇嘅時候咧，如果對方能夠喺我嘅身上面感受到係咩？天主係愛嘅事實，如果能夠從我嘅臉上面咧睇到耶穌嘅容貌嘅時候咧，呢個先至係真正嘅福傳啊，同埋咧即係一個真正可以話咧，讓人同耶穌相遇嘅經驗。維護住呢份嘅心嘅時候咧，我相信我哋喺神嘅生活裏邊，你做咩嘢都唔係最重要，係嘛？做咩工作都係最重要，就係話咧喺每日同你相遇嘅人裏邊咧，你能夠將基督帶俾對方，係嘛？佢未必一定要信教，但係最重要就係話，當佢由於你嘅生活見證咧，而能夠感受到天主係愛嘅事實，同埋對耶穌或者對教會產生好感嘅時候咧，我覺得呢個就係我哋生活裏邊一份咧最大嘅喜樂。咪親愛年青兄弟姊妹，係嘛？如果你問我，神父你做咗35年咧，有啲咩説話去同我哋講？其實我會話俾你聽，做神父係一個生活裏邊一個好大嘅挑戰，亦都可以話咧係點樣啊？係生命一個咧追尋即係豐盈生命裏邊其中嘅一個途徑。因為我要咁講咧，就係其實我哋做人咧，無論你揀嘅係咩生活模式，譬如話我要即係獻身修道啊，過獨身生活，就算你係要咩拍拖係嘛，結婚生兒育女咧，兩樣都係一樣咁重要，喺天主眼裏邊咧係無分咩高低。但係最重要就係話，我哋既然抉擇咗嘅時候咧，呢個生活模式或者你哋個婚生活模式咧，就應該成為咗我哋一生不斷去努力。因為其實做任何嘢咧，嗰份決心係好重要。只係單單靠住一份嘅熱誠咧，嗰份嘅衝動係嘛，我哋可以維持一段嘅時間。但係如果冇咗呢份嘅意志力嘅培訓嘅時候咧，無論你係跟耶穌或者係你度婚姻生活咧，你一樣要會上咗好大嘅困難同埋挫折。嗱，我要衷心咁樣鼓勵各位兄弟姊妹，就係話要習慣去點樣啊，變成咗一個懂得去反省嘅人。點解我咁講咧？因為有懂得反省嘅人咧，先至能夠識得去改善自己每日嘅生活。因為好多次香港社會咧，第一生活忙碌，工作壓力太大係嘛，而我哋有太多人咧，甚至乎喺讀書嘅階段裏邊咧，已經只係為着應付生活而生活啊，而唔係咧懂得去點樣好咁享受我哋自己嘅人生。喺咁嘅情況之下咧，當我哋冇咗呢種自省嘅能力嘅時候咧，你亦都好難會係醒覺到天主咧係會透過咩
生命嘅唔同嘅人生際遇咧，亦都將佢嘅信息傳遞俾我哋。嗱，我舉翻我個舊例子，嗱，我最後尾話做神父之前咧，離開長洲啊，即係完咗個神操係嘛，我都同天主喺度鬥氣拗頸係嘛，就話嗱，如果我女朋友咁係嘛，我都唔跟你啦。但點不知我女朋友咧就站喺天主嗰邊係嘛，透過佢個口咧同我講出咗咧，即係上主願意喺我身上面成就嘅事情嘅時候咧，我除咗感激佢之餘咧，亦都明白到呢一個正正就係咩？我哋喺生活裏邊咧，如果能夠時時醒覺我哋周圍嘅人咧，好多時都會為我哋帶嚟咗唔同嘅生活或者係生命嘅信息咧，呢個先至係我哋做抉擇嘅時候咧，一個最重要嘅元素。嗱，今日嘅困難更加之大，我哋個年代兄弟姊妹5個係少係嘛，但係今日咧往往都係一單對單係嘛，我哋對父母嗰份嘅愛，往往亦都可以話咧係變成咗我哋回應聖召嘅一個幾大嘅挑戰係嘛。我哋唔係話唔孝順父母係嘛，但係如果你話要咁樣去獻身生活咧嘅時候咧，父母往往都係唔明白，同埋亦都唔會係支持同埋鼓勵係嘛。其他嗰啲什麼，我又唔係好睇得好重嗰個咩物質生活嘅誘惑咁，其實你個個年代都有大把物質生活嘅誘惑係嘛，亦都唔可以講話只係單單話今日嘅世界男女關係太過隨便啦，咁於是乎咧又嘗試過戀愛，咁於是乎咧又話唔回應聖召。就算咧，如果天主揀我哋嘅時候咧，就算你戀愛幾多次係嘛，你感受到咩愛情嘅甜蜜咧，如果天主要叫你嘅時候咧，你都一樣要回應係嘛，即係呢個唔需要話有太大嘅恐懼係嘛。天主為我哋安排咗我哋嘅生活係嘛，天主都喺教會裏邊咧興起咗，即係好多嘅牧者咧嚟到牧養佢嘅羊群。不過固然咧，世界不斷咁樣去進步啦，同埋改變係嘛。但係無論如何咧，回應天主聖召咧呢一份嘅召叫咧，我相信係會繼續落去係嘛。咁喺度祝福大家勇敢去回應係嘛。做神父係一件開心快樂嘅事係嘛。你話係神父，你梗係咁講啦，因為你而家做緊聖召宣傳啊嘛。但係事實上係真係嘛。你如果俾心機，好哋做好自己嘅牧職生活嘅時候咧，其實我相信一定會有更加多嘅年輕朋友咧係願意勇敢回應天主嘅召叫。